5, 4, 3, 2, 1.好刺激，因為呢啲數字係毫無保留嘅。你就要輸一劑啦！冇打出嚟係冇啦，多數。就係民宿綠色嗰架車，其實車有字頭，一架黑色嘅紅色嚟嘅三車啦。其實嗰個美國化紅藍色嘅神仙，留意啊！魔術仲係打咗出嚟啊！過咗接近10倍速啊！位置1、2、3、4啊！打大字先啦，即係自己創嘅嘢。仲有參賽車有4架，打咗出嚟啊！有阿科順5號車啊，就喺後面啱啱差一條啫嘛，2車嘅距離。OK， 大概相距係7秒左右咯。除咗要打快啲嗰啲情況，對方會有啲熱色先有機會啊。不如留意下佢後嗰架部車反車出嚟啦，不如講講佢。開曬，有啲似嗰啲係。分到啊，紅翼啊嘛。有啦，係啦，翻隻車嚟㗎。開始進入4分鐘啊，1、2、3、4啊。後二車開始進入緊第19圈啦。好，加油啊！這條路 S 彎啊，知唔知啊？呢架5號車已經啱啱過埋架2車啦。咁咧係咪真係裝咁多人嘅咧？你好似快咗咁多咁嘅。
同啦，二車啊，邊頭係三車啊，二車啲㗎。係我哋係雙山落要佢嚟咗啦。佢哋有2分半啫嘛，大家都喺度兩分，打個距離啦。3個1個人嘛，咩車咗圈啊？2度嗰陣車咗圈啊！車咗圈啊！車咗圈啊！係啊！睇緊咗佢嘛？我仲有2分鐘，佢暫時未有太大變動啦。三車嘅距離好啦，距離近少少。係啊，民生嗰架綠色車身白色嘅嘢，同埋斯帕深紫色嗰架十字之下，大家都爭2、3隻彎啊，細彎。我哋仲有1分鐘，都見到3車添啊！